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7月30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5篇第8节到第9节、14节到22节。箴言伫第10章第1节到第5节。以比书第4章第10节到15节。今仔日要甲咱来三个分享的主题是丰足、丰富、富足先要甲咱讲到一寡社会新闻啦台湾伫7月22号伫即个咱咧讲即个彩券的金额达到30亿台票，将近1亿美金伫7月22开奖了后，有4个同事因集资来叫买，结果因共同得到这30亿台票。就看到足侪人伫即个网络顶面开始讲迄30亿我嘛有投资啦可见呢，有真侪人拢咧梦想会当一暝就安尼变做好业人。开出大奖的奖券行的头家娘接受访问的时阵，也开始发表伊的看法，教人安怎签啦我有煞咧想啦当已经开出遮尔侪摆的奖，过20年即个奖券行嘛，只不过是检测去着几摆靠即种靠机运的代志其实着免伫遐教一步啦另外呢，有一个伫美国亿万富翁伊咧做一个系列的这影片，这个影片拢咧记录讲伊时常伫身躯边只有炸美金100块，伊要互人知影伊啥物人，伊就去迄个毋捌去过的小村庄头安尼，伊用这100块呢，开始伫遐过生活，伊就伫遐。设定伫遐拍工啦、困车顶啦，伊就想办法用当地的资源伫遐要来趁钱做代志趁钱。伊真大胆来设定伊目标，伫90天以内，要用伊100块的生活本金，要来趁100万的美金。当然，伊毋是每一摆拢成功。但是真侪人对伊的回应是讲，即种的亿万的富翁会通为着安尼的目标铺涂骹咧困车顶，甚至几若工规礼拜拢食泡面，为着要省钱。不但安尼去餐厅对基础的拍工开始做，甚至洗马桶伊嘛愿意，真是使人佩服啦无数一个疑问啦迄4位集资合股要来买这30亿台票后来这个得到因分了后，因的生活会是怎样啦？然后佫想到即位最近看到这个亿万富翁，伊确实会当忍受丧香，对迄个基层开始来做拍拼。凭着伊家己的人格特质，对市场的敏感，也就是讲，伊对本身伊是金融界出身的，对金融的运作真熟悉。的确，伊有家己的本钱去做这代志。但是像伊即款的人，却愿意对咱咧讲对零开始真正是无容易啦除了伊家己有迄个企图心以外，伊必须会当忍受妖恶、寒冷，甚至别人对伊的无礼甚至面对失败安尼的即种的拼的精神，的确亲像今仔日的经文保罗所咧讲家己的境况。保罗伫经文安尼甲咱讲，我讲安尼，毋是为着我无够的缘故，是我已经学习，无论什么款的境遇，毋知足，无毋知足啦伊讲我知影点伫卑贱，也知影点伫富足，或是饱，或是枵，
就是富足，就是欠缺，凡事我拢留恋，踮伫想事我快乐的，我事事拢为。知足，亲像是富足的一个必然的条件。若无搁再较侪钱伫咱袋仔内底，也永远会感觉无够额。不但爱知足，搁爱会通努力，无停。搁伫保罗所讲的，伫即个想事伊的力量的即个基督，伫信仰的内底，搁较需要来知足。箴言10章的经文甲咱讲手边单的要拄着爽香，手骨力的要得着好业。下天积珠的是智慧的囝，守寡的是爱困的，是下败的囝。这符合保罗的话，伫12节伊也提到安尼的概念。对遐会当一暝就变真富有的人来讲，我想咱来恭喜因啦吼。也毋望因真正会当过了一个真满足、真富足的生活。因为根据一份伫2018年1月发表的研究统计，大概有超过70% 的这个乐透的得奖人，拢伫短几年内就拢宣布破产，并且因的生活是无法度转去原来样式，因为已经享受习惯了，而且因阁想要来 copy 原来迄种的 lucky 就是讲看会当阁得奖无吼。但是代志无法度亲像因所预料的，所罗门的智慧的话，可咱着爱努力打拼。保罗也劝勉咱着爱学习，适应任何的环境，并且知足，常常喜乐。安尼的人伫倚靠主耶稣基督所赏赐予咱的，伊才会通是一个丰足的人。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7月30号。我们的经文是诗篇145篇第8节到第9节，14到21节，箴言第10章第1节到第5节，腓立比书第4章10节到15节。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丰足，丰富、富足。台湾于7月22号开出了一个彩券，金额累计到台币30亿，将近1亿美金哈。这个奖开出来之后，证实了是由4位同事一起集资所买，然后获得的。那在这个之后，许多人纷纷在网络上面说：“这30亿我也有投资啊！”哈。可见有多少人在梦想的这样子的一夜致富的可能性。开出了大奖之后的奖券行老板娘接受了媒体的这个访问，就发表了她的看法，然后就教人家怎么样签赌牧师在想了，开出这么多次，这么好几年的这个奖，这个奖券行也只不过可能中了几次吧。这种靠机运的事，其实也不用讲太多，教太多哈。另外，我看到一位在美国的亿万富翁，他制作了一系列的影片。这个影片呢，这影片当中，他时常只带美金100元，他隐名埋姓到没有去过的小村庄去。他设定在那边开始打工，睡车上，打地铺，然后以当地的资源来想办法赚取金钱。而且他很大胆的设定，在90天之内，他要用100块的生活费去赚取100万美元。当然，他并不是每一次都成功，但是许多人在看了他的影片之后的回应是说，
这样的一位亿万富翁可以打地铺、睡车上、吃泡面，在餐厅打工，甚至为了要赚取一点点的酬劳去洗马桶，他认为真是值得佩服。牧师另外在想，那台湾那4位集资合购31亿彩券的这四个人，他们将来的生活会是如何？然后我又回想这一位美国的亿万富翁，他是却能够这样子的忍受贫穷，从最基础来打拼。当然是凭借着他的能力，他有很好的人格特质，他对市场的敏锐度，金融界出身的他对金融的运作也非常熟悉，的确有他的本钱哈。但是像他这样的人，他愿意去从零开始的生活，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哈。当然，这当中除了他自己有自己的企图心之外，他必须要能够忍受饥饿、寒冷，甚至是别人对他的无理，甚至是失败，没有达到他的目标。这样的拼斗精神的确有点像保罗今天所说自己的一个境况。保罗说：“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缺少什么。”我已经学会对现状满足，我知道怎样过贫穷的生活，也知道怎样过富裕的生活。我已经得到秘诀，随时随地饱足好，饥饿也好，丰富好，缺乏也好，我都知足。借着基督所赐的力量，我能够适应任何情况。知足似乎是富足的必然条件，否则即便是再有钱，也永远会觉得不够用。不但要知足，要更能够努力不懈。箴言第10章的经文告诉我们：懒惰使人贫穷，勤劳使人富足。聪明人按时收据，收割时瞌睡是多么可耻。这符合保罗的话，在12节他也提到这样的概念。对于那一些能够一夕致富的人，我们只能恭喜他们，也盼望他们能够活得非常满足，非常富足的生活。因为根据一份在2018年1月发表的研究统计，大约有超过70%的乐透得奖人呢，在短短的几年之内都破产了，并且生活回不去原来的样子，因为他们享受习惯了，并且他们一直在期待复制那个幸运的那一刻，但是事实上这种幸运没有办法如他们预期的。所罗门的智慧之言劝告我们要勤奋，保罗也劝我们要能够学习适应任何的环境，并且知足常乐。这样的人，这样依靠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很知足，做一个丰足的人。